家竟然有怪物！阿黄，我的。皇上，你要干什么？不要过来！站！休狗碎大事！哇！嗨！皇上，给。皇上，你，月之下，疼。哦，这明白了。哇，这真的是太神奇了！好了，哎，这让你当这个天生护卫保驾护航。这位公子啊，请问你尊姓大名啊？福生。福生，带驾！是。峰峰，我想来这儿做兼职。喂，打工还是泡妞啊？店里就小猫2、3只，用不着你帮忙，也没钱付你薪水。我说过要钱了吗？我是来体验生活，做义工。冯峰的店虽然不挣钱，但也不至于悲惨的要你来做白工，动机不纯。对不起啊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都是这个家伙给我气的。没事儿，也许在你们的眼里，我做的是个赔本生意，又浪费时间又浪费生命，但其实我开这家店是为了等一个人。等一个人？等一个不知道是亲人、是爱人，还是一个什么都不是的人。